JSL 學員正式加盟曼聯啦！哇！呢個揮手中二病到，呢度嗰時唔知條橋咧邊個諗嘅？大家好，我係 Jason。咁回想翻3年前，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好迷惘嘅人。我知道我自己中意體育，中意足球。咁我記得就係我睇本地波嘅時候啦，咁我就發覺原來有學員其實喺場邊實習啊，亦都有做直播去講波。咁於是乎我就揾下，究竟呢一班學員係嚟自邊度嘅呢？原來就係嚟自 JSL 呢個計劃，俾咗好多唔同嘅機會去一班新嘅學員可以去出實習啊，真係以一個記者嘅身份，又或者係一個行內人士嘅身份，踩入草地、踩入球場去工作。咁呢樣嘢其實都係自己都有諗過想做，即係將來去做嘅嘢咯。透過呢個計劃入邊嘗試過，我更加清楚肯定自己係中意呢樣嘢，亦都認清咗我未來個方向。嗰陣時去曼聯實習係好新嘅嘗試，因為譬如有一日係參觀奧脫福球場嘅，咁我哋點樣喺一個 stadium tour 入邊去拍一啲短片咧？咁其實之前度橋嗰方面嘅經驗其實都少，因為一來我自己真係參加咗呢個計劃先至接觸影視製作啦，咁亦都經驗雖然少啦，咁但係我覺得做咗出嚟個效果其實自己都開心滿意，都有喺香港電台度幫手啦，由幕後製作到開咪講嘢做主持，咁甚至乎我而家亦都會喺東方體育會嗰度幫手做一個現場嘅 stadium announcer 啦。咁呢種方面都係好靠你嗰個説話嘅技巧，點樣即使唔係面對鏡頭都好，但係亦都會面對觀眾、面對聽眾。咁自己點樣透過喺 JSL 入邊累積到嘅經驗啊、實習，咁都好幫助到我之後直接投身呢個行業嘅時候，我清楚自己知道應該要點做咯。